继续来看高雄的大社，有一个31岁单亲妈妈，意思是家己走出去佚佗，甲4个月大的查囝留伫咧厝内8天，结果这个查囝是活来枵死。这个妈妈已经互收押禁见，讲这个妈妈是第2届未结婚生囝，2个囡仔爸爸无共人，检警找到这囡仔爸爸，这个爸爸根本都唔知影家己有这个查囝。 你为什么会把孩子放在8天让他活活饿死啊？你知道你孩子死掉了吗？辅警查了介后来到殡仪馆，面对发声当作无听，伊就是心肝真凶，甲4个月大的查某仔放伫咧厝内等太太。是他嘛？这个还有破解铃啊。前一阵仔，伊才放翕到抱大汉查某囝登去后头厝，明明拢是亲生骨肉，哪会安尼对待家己的查囝？心雄手热才会安尼啦。 甲放甲做死，奇奇怪怪行为，互外界拢想无。案发后，31岁陈太太洪收押禁见。调查过程，因为查某仔爸爸的资料是空的，对身份无想要加讲。落尾伊才讲出心内话，找着人。初步了解，查某仔爸爸本身有家庭，枕头知影女方有心，有叫伊莫生落来。想到落尾，家己生查某仔无在调起，帮他申请一些食物银行，就是让他去领奶粉啊、尿布那一些。坚持要生囡仔，煞无在调顾2岁小囡仔。今年5月，洪通报出入家庭，社会局提供津贴补助，拢总11万6千块。不过，陈太太敢若无想要做工课，加上开钱的观念真歹，佮真侪摆叫里长给斗相共。他说他现在单亲，没办法抚养小孩子，想要小孩子送给人家领养的，钱给他的时候，隔天又马上跟我借钱。第1天上班，隔天就跟老板借钱。就算社会局平谈12摆，电话访问超过30摆，2礼拜进前见面，无感觉倒有问题，不过嘛是为虎作佗，危险发生，互外界拢看甲心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